好，歡迎大家睇講基地產嘅頻道。今日我帶大家睇一個單位，相思灣嘅下複式。咁佢就要租車位嘅，咁嗰個車位大概係泊依度啦。咁啊，可能俾千零蚊到啦。咁啊，個單位呢就兩層嘅，地下加中層，就依棟嘅地下加埋依度嘅中層。好，我哋大家去行個車位，行入去個單位度。好，呢個就係嗰個單位個花園啦。咁佢地下都望到海嘅。咁有啲人玩緊啲餐艇嘅呢度。望返相思灣嗰個海。咁你睇到個單位呢，就兩層嘅啫。咁啊，第三層就鄰居嚟嘅。咁啊，地下就係個主廳，連開放式廚房。咁佢啲裝修都幾四正嘅，你亦都唔需要花啲錢去大執噶啦，已經。現成嘅家私電器都，如果啱用就非常之抵買，因為買埋連埋個裝修啦。咁我哋想去樓上嗰層望望。樓上就一個大開放式嘅間隔嚟嘅。咁個景觀會再開揚啲啦，上咗去個海望得更加廣闊嘅。咁呢條村就大部分都係外籍人士居住，一定要揸車出入。咁個廁所啦，比較有特色，有自己嘅風格咯。呢個啲裝修，好多謝大家收看我嘅頻道。